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7月5号，新疆乌鲁木齐市上万名的维族人上街对当局进行抗议。那么此举呢，受到了暴力的镇压。前往欧洲进行8国峰会的胡锦涛也因此提前返国。那么他的这个行动引起外人的很多猜测。今天呢，我们就请本台头一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对此进行分析。李博士您好。主持人好。那我们知道这个 G8 峰会呢是今年国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那么胡锦涛也是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呀、发表宣言呢，而且是一个展示自己个人形象的机会。他为什么会提前回来呢？对这个问题啊，这个有很多的分析啊。确实，这个 G8 会议是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会议哈。这个上面这个胡锦涛呢，这个也是可以首次。这个跟这个其他5个主要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跟这个8国世界上8个最发达国家领导人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会谈，然后发表一个共同的宣言。这么这个机会对胡锦涛来说，确实是一个展现个人的形象，是吧？这个他很爱出风头，有时候也摆一些动作哈，这样的。那但舍弃这个机会，现在分析很多。现在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就是国内就是高层啊2种意见争执不下。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事实，因为这个中共对这个内部啊，对这个镇压可能是有不同意见的。从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可以显示出来，因为几个政治局常委呢，就是一直没有公开的发表意见，是吧？这个也挺奇怪的，外界一直在猜测。另外的话，也有人说呢，就是胡锦涛为了避免在这个峰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人家提起这个新疆镇压的事情，他不好回答。但这个呢就比较牵强，因为胡锦涛这个非常有做戏的这个才能。有的时候我记得他到日本去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小学生就问他，他说那个胡伯伯，他说你是这个怎么当上这个？为什么你要当总书记？啊，那个胡锦涛说他是人民选我上来的，这个引起这个轰然大笑哈。当然是这个后来在很多地方人家都讲这个胡锦涛，有的是讲他讲得好，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笑话了。那么也有人说呢，因为这次这个镇压是吧，引起了这个国内局势发生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么变化，所以说非得要胡锦涛回来才能够解决。那也有人说呢，这个可能就是跟那个89的时候赵紫阳是吧，到北韩去是吧，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说胡锦涛不回来，可能就被这个其他反对他人像周永康这些人给搞掉了。那我想呢，这个主要还是这个两害之下取其轻，因为你想哈，在这个8国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比方说尽管是一个首次发表一个共同宣言是吧，但这个共同宣言总的来说是一个表态性的，是吧？对于这个就是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个伙伴关系是吧，继续延迟2年是吧？还有就是比方说讨论关于这个世界经济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比较形象性的一种承诺是吧？对此来说呢，胡锦涛其实这个在多种场合是吧，已经这个表达他的意见了。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有的就是关于这次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关于气温，就是美国原来是一直不同意参加这个控制这个气温的这么一个协定的，那么这次同意了，说这个要把这个降低到原来工业化之前的这个2度，就降低2度这个水平。那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我想这次胡锦涛回来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那现在就是需要他来承认或者是否认，或者是怎么来继续下一步这个怎么来收场。就是你现在把这个汉族和维族人的这个冲突搞得这么大，而且中共这个镇压实际上也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共高层可能就没有办法来，就是下一步谁来负责，或者是到底是是不是这个事情到底怎么看？那需要胡锦涛回来召开会议一锤定音。那么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召开这个政治局常委会议了。那么这一次的就是新疆乱了之后，常委会主要内容都讨论什么了呢？我想那个常委会这次公开的中共公开媒体报道非常简单，但是呢，这个海外媒体啊也这个比较详细的披露了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就是什么？这第一个就是重申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这个这样一个情况下，怎么来选拔所谓根红苗正的人，就是忠于
这个党的政策的民主干部。那么这次就是主要增加了一个安抚这么一个项目，就是说，要从各方面给这个少数民族啊，那个各种小恩小惠。比方说这次派了这个俞正声是吧？这个在上海去看望一些那个维族人是吧？另外的话呢，这个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像怎么来进行抚恤啊等等这些措施哈。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这次确认了，就是这个武警将来将是镇压这个对内镇压的主要力量。要把这个解放军这个东西呢，就是掩盖掉，对外界对这个解放军特别敏感，所以这是确认下来了。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确认了这一次是所谓的叫做城市平乱的实践，是一个就是说对老百姓镇压的一个实践，就是将来中共可能预计到会出现类似的事件。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实战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另外的话呢，就是继续的就是采用胡锦涛的所谓这个硬的更硬，软的更软。那么还有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否认了，就是实际上自己就用这个所谓的民族融化来代替的这个民族自治，那也就是用同化的方式，作为以后今后的民族政策的大方向，而不提以前的自治这个问题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确认了这个，他也讲到自己这个问题里边可能有执法不公或者是分配不公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说这个主要来说呢，这个政治局会议就是把这个镇压以后是吧，中共所要做的事情做了一些规定。您刚才谈到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被派到新疆去看望维族人，那我们知道上海也没有发生这种维汉冲突啊，或者像广东韶关这样的事件发生，为什么要派他去呢？俞正声在上海呢，这个事情他去呢，主要是安抚在上海的维族人，这是一个很主要的方面。因为上海呢大概有2-3万这样的维族人，他们主要的从事职业就是开餐厅。那么他这次去的呢是叫做一个丝绸之路大饭店，这个上海有2个这样大饭店，还有一个克拉玛依大饭店。我们知道维族人在上海表面上他是享有跟那个汉族人同样权利，但也可以进行各种的这个经济活动，但实际上是暗中受到歧视的。维族人到上海的话，他一般来说公安局他们不允许他们在住在一般的宾馆里，你必须住到维族人的这2个饭店里。那房价非常贵，就至少是起价据说是250块钱一天。那么如果你要住到一般饭店的话，要公安局出证明，或者是要汉族人给他们担保。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在上海它是为了预防这个维族人出现像乌鲁木齐这样的一个事情。尽管说维族人他在上海也有些既得利益的是吧？有的人做生意啊，或者开饭店这些谈的人，但是他也怕就是有的人，当然他民族的这一方面的话因素的话，他会引起就是这些人看到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被这个杀死了以后，他会采取某些措施啊或者怎么样，他也共同感到比较害怕，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想就是江泽民啊这一派，因为江泽民在上海嘛，他怕这个出事情，所以说呢，他要利用俞正声，对吧，来平衡周永康进行的这是这个镇压，所以他采取一些措施。从表面上来说呢，这个好像他既是杀了人是镇压了，但是呢，同时他又是做了这个白脸是吧？做了红脸又做了白脸，就是也是一个抚恤这个一方面，他也做了一些工作，他显示这一点。那您刚才也谈到，在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那么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说今后主要用武警来进行这种对大规模的这种民间的怎么说那种他们所谓的平暴吧，用这样的这个警力。但是呢，同时呢，他在这个议题中也是谈到一个2条线原则，就是说要经过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时批准，然后双重指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东西首先就是中国现在对于这个武警的这个指挥权限这个问题非常混乱。你在网上去查的话，很多人都不知道，问这问那。这个因为现在马上据说是原来决定是在今年年内出台一个叫《人民武装警察法》这个草案，现在出来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正式文本没有出来，因此呢，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没有章法，但实际上呢，现在情况就是什么呢？武警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支在解放军之外的一支正式的，就是不穿解放军军装的对内镇压的这么一支武装力量，就是所谓的就是宪兵力量。但这个宪兵力量本身它不是说专门的维持所谓一般秩序，而是对内进行镇压的。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有的人讲就是解放军有2套军装是吧？一套是武警的，一是正规军的。但是武警它实际上是一支正规的力量，它有大概100到150万的人。那么中国现在来看呢，这个武装力量有3支，一支就是正规军是吧？就是解放军，就是第2支就是武警，第3支实际上是城管。
那么武警这个力量，所以说这次这个要作为政治局常委讨论的这个一个议题，关键在于它出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这么一个两难状态。就是胡锦涛这个他们看到哈，就这一次在突发事件当中发现了这个情况，他就调用武警，是吧？这个确实就是在很快的机动部队调进去，能够迅速的把民众镇压下去。这是他觉得这个是对这个中共政权非常有利的一点。但是呢，同时又发现这个，那么如果你要调动有力的话，你必须给地方某种权限。比方说呢，地区能调动县的这个武警，是吧？县能够调动这个就是跨县的这个区这个地区性能调动，那么跨地区的呢，省一级要调动。那么只有说到了跨省了以后，中央军委才能调动。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是，胡锦涛现在人不在这个国内，那么他现在是调动了跨省的这个武警，同时呢，跨县的、跨地区的这个都调动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挑战，就是胡锦涛他到底是要承认中央军委和这个地方这个双重领导呢，还是说这个在特殊情况下，地方不经过中央军委，还就直接能调动？那么这个就是关系到中共他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同意这个军官政委把权力下放的话，那么就可能造成地方的这个军阀、地方拥兵自重，或者是发生有政变的可能。所以他处于这个两难的这么一个状况。另外的话呢，这次这个周永康他们确实也是利用这个胡锦涛不在的时候，利用政法委和武警的公安系统这么调动武警，然后实际达到了就是使自己在武警和公安系统这个势力的做大。然后呢，使得这个对这个胡锦涛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威胁。那您谈到了周永康，大家都知道周永康并不是胡锦涛的人，但是我们看新华社呢，他有一篇报道突出说，受胡锦涛委托，周永康在新疆实地指挥维护稳定工作。新华网为什么要突出这样的信息呢？首先，我们看到这次啊，周永康去接见是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那对面坐着是一个维族的妇女，是吧？他镇压的就是维族的人，他现在是假模假样的去接见维族人，但是在周围的很多的，比方说那个其他人脸色都非常尴尬，这是一个哈。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他要摆上胡锦涛所谓委托，实际上就是暗含着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开始的时候胡锦涛并没有委托他做，他是事先做了以后，现在需要胡锦涛来承认他。那么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就是中共他为了自己的整体的利益，胡锦涛回去以后可能就同意了，或者是就是来承认或者是这个肯定了，就是这么一种做法。当然，这个跟这个胡锦涛表面的这个所谓和谐世界和谐社会这一点是冲突的，但实际上对中共整体的利益、维持整个的中共的统治是有利的。所以，这个胡锦涛，我觉得他在这个情况下，他是同意承认了这一点。那您觉得新疆事件还有整个的这个中共高层的这种变动，今后这个局势会怎么发展呢？今后的局势发展要看比较主要的就是中共在这个新疆它有实质性的利益，主要实质性的利益很多地方都没有提到，实际上就是石油。因为现在中共这个统治，它的各种军备发展以及很多的这个东西，它 GDP 的发展都需要石油，而且经济的发展是它现在维持统治的一个关键。那么在这种情况，新疆有这个4大主要的油管，又有这个3个主要大油田，是吧？都在这个新疆，而且新疆现在的这个发展可能要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石油这个基地，它的这个存油量还有这个产量，很可能是跟中共自己的媒体讲要跟沙特阿拉伯有一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肯定是要长期采用各种方式来这个控制这个新疆。而这次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在石油发展过程中，维族人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那么因此，这个对这个政治的生存经济发展空间就感到非常的窄小。那么因此，我想今后呢，就是中共的话，他还会采取就是武装这个做住宅，是吧？这个来镇压这个所有的这个民众，这个维族人的反抗或者怎么样。然后呢，通过大量的移民来这个同时加上各种各样的小恩小惠来。这个把这个事情来平息下去，但是呢，从长期来看呢，会出现一种所谓这个巴勒斯坦化的情况，就是现在维族人和汉族人这个处于两个势不对立的话，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中共挑动起来这个矛盾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共的日子在新疆的话是不得安宁，不太好过的。
您谈到大规模移民，那么有多少汉人会移民到新疆去呢？现在汉人其实啊，只有上层的人，他有的时候做官愿意去，但实际上很多的老百姓他并不愿意去。是就是那么现在，比方说有很兵团的人甚至愿意回来。那么因此，实际上这个矛盾的根本呢，就说明了一点，就它不但是。不是，就是这个民族矛盾，不是汉族人和维族人矛盾，而是汉民族和维民族跟中共之间的一个矛盾。好，谢谢李博士。各位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下次节目再见。